人爱食火锅，互骹手会当较烧热咧。方圆一个今年27岁姓潘的查某囡仔，因为生日小连续几落天食火锅，无想到讲伊倒骹的枕头母讲红过症过痛，痛甲连续几落天拢困袂去，去到大病院，互医生看，才知讲原来是急性痛风，食火锅嘛爱准则。鸟这边帮你上餐哦。热扑扑的火锅将肉片放入去，烫规个啊！寒天反冷，民众介意食火锅，温暖心，搁温暖胃。但台中丰原一个27岁姓潘的查某囡仔，为着庆祝生日，连续食4天的火锅，身体出现问题。两只脚的骹盘、骹枕头啊，拢明显红肿、烧热痛，互潘小姐连续几落天拢痛甲困袂去。看医生了后，才知影原来是治着急性的痛风。这个女孩子，年轻的女孩子她体重有比较重，她大概我问她说体重大概87公斤，左侧的这个大脚趾红肿热痛，她已经有大概4、5天了。医生表示，因为火锅的汤头内底有加肉、海产、火锅料，火啉的含量较悬，伫咧人新陈代谢袂赴的时阵，会变做尿酸，积入咧体内，达到一定的程度，急性痛风就会发生。尤其是体重过重、有痛风家族病史、慢性病、甲三高的患者，拢是高危险群。大概都是中年的男性比较多了，然后女性大部分都是在停经过后，这个大脚趾这个地方50%、60%。第一次痛风发作都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可能慢慢的其他的关节以后可能也会发生。急性痛风一旦发作，就真容易搁再复发。伫咧食食顶悬，爱避免一直咧烫的汤头，甲高普林的食物，口喙嘛是保护家己。记者综合报道。